好，来继续来看连接到中华甲南投的139线的道路，其中伫南投市的3弯的这个路段是上界危险的路段，真正来出车祸。去年的6月才来安一支固定式的测速的翕相机，到今年的10月，1年半的时间开出罚单是7000多张哦。虽然讲这个罚单的数量真惊人，也毋过交通事故确实是有较减少，也就是讲按这个测速的翕相机确实是有成效。 警方半暝伫139掠起机车飙车，新喜的驾驶想要绕跑，随互警方抓落。139南投市3弯路段，因为起机车无要烧让，造成真侪车祸。2019年6月才装固定式测速翕相机，后半年就开出5747张罚单，今年到今嘛有1604张。 无到1年半，就开出7351张。有啦，有较减少啦。知道哪一个地方有测速，它就会放慢这样。对啊。汽机车即马经过遮，拢知影爱甲速度放较慢咧。警方统计，2018年安装进前1年有50件交通事故，造成4个人死亡，31个人受伤。2019年开始启用，降到1年27件13伤。 今年到今3件3伤，连续2年无死亡车祸，效果真好。大家有做适度管理，把它降到依规定的40左右。原本限制速度干那40公里的3弯路段，经过民众的反映，即马调到和其他路段同款的50公里。警方呼吁，只要遵守交通规则，就免惊收到罚单。